沈大師講投資，主持沈振盈。嗱，其實呢，整體嚟計呢，成年嚟計個升幅呢係大嘅嚇。上證指數年頭都係講緊係三千啊、2000幾啊、3000啊嗰啲位。咁而家嚟講，其實上證已經去到4000幾啦，4000幾啦嚇。咁亦都係啦。之前個波幅區間呢，橫行區呢突破咗嚇，咁應該嚟講呢，如無意外，第一季呢會有機會試落去4200嘅4200。咁但係最終嘅位呢係睇咩位呢？咁我哋睇下一張，我哋用周線圖睇。理論上嘅目標呢，就係箭嘴所指嘅位啦，亦都係之前嘅高位，就係2015年嘅所做嘅高位。嗰個高位呢，大約係5200啊。所以今年上證指數嘅全年目標呢係5200，因為而家已經出現晒突破噶啦。嗱，一陣間呢，我分享我嘅投資智慧啊，同大家分享嘅時間呢，就係講突破嚇。點解突破之後會有一波嘅升幅呢，或者一波嘅急升呢？咁一陣間會同大家詳細講嚇。咁其實大部分嘅時間呢，基本上呢10年呢，過去嘅頂位呢，都係大約3600到嘅，3600又回頭，上3600又回頭。好啦，經過3次4次呢個3600之後，一舉而破，咁已經係衝到上4000之後呢，其實迎來咧應該係仲會陸續向上嘅嚇，因為只不過就係一個慢牛嘅格局嗱。如果唔係慢牛呢，老早已經上到5000啦嚇。但係因為 A 股始終係政策上邊呢，係要用慢牛嘅方式嚟到升，所以唔係穩步向上咯。所以今年呢，我都唔睇咁高，係5200。但係當然啦，最終 ultimate 最終可以見到呢。我覺得呢個升浪當然啦，唔係講3、5、7年啦，唔係講10年8年啦，係講嚟緊嘅1、2年、2、3年嘅時間。理論上呢 A 股呢應該係破6000上8000，甚至乎最樂觀係去到10000。咁當然啦，呢個就後話啦，因為你港股講4萬都俾人秒到咁緊要啦，我唔係唯有就係講一個即係你哋預計到咯嗱，其實個頂位呢，根本就係大部分人都預計唔到嘅通常呢都好樂觀嘅，而係因為要保留一點神秘，一到好樂觀嘅時間，去到爆位嘅時間呢，咁大家先至驚覺到其時係蜂擁入市、蜂擁追貨，所以大戶就可以趁嗰段時間呢，可以割韭菜啦，可以褪出嚟啦所以我雖然講4萬㗎，但係其實呢，好老實講，我真係35000樓上呢，我就會褪貨噶啦。因為點解35000樓上，全世界都講4萬啦。咁你全世界講4萬嘅，我仲唔褪啊？唔通真係傻到咁樣信佢4萬？就算係真係4萬又如何呢？因為累積嘅升幅好多咯，你諗下啦，17000點買貨上到35000、37000嘅都2萬點啦，係人都走啦，仲同你買咩？肯定唔會加碼買，我最多都係換啲落後股嘅啫。但係其實正確嘅做法應該係35000樓上，逐級褪啦，逐級褪，最好褪到4萬樓上添。咁4萬樓上呢，通常會點呢？我講埋俾你聽啦，預咗噶啦，4萬樓上梗係牛氣沖天，梗係全世界去買貨啦。
咁你就一定要褪貨。OK 呢啲就係贏錢嘅人所有嘅智慧嗰啲貪勝不知輸嘅呢，反而呢就4萬樓上仲係要追貨咁你諗到個分別喺邊度啦？嗱，所以我就個策略就係咁嘅，3萬5樓上我會分段去走貨，越升就越減持，越升就越少貨，越揸多啲現金。Cash is king 就係咁樣嘅，唔係喺14點、15點、16點嘅時間 cash is king。如果嗰陣時 cash is king 嘅，你根本就錯失晒機會，因為嗰陣時係應該係買股票噶嘛。去到3萬點、3萬幾、4萬嘅時間就係褪股票啊嘛。喺低位嘅14,000、15,000、16,000、7,000、8,000、9億、2萬係愛嚟買股票噶嘛。點解啲人咁過癮嘅？真係噶，我真係好唔明噶。但係冇辦法，因為呢個市場就只係呢，通常就係5% 人、10% 人贏錢嘅。呢個市場90% 嘅人呢係輸錢嘅，咁所以你係要想企喺贏錢嗰邊定係輸錢嗰邊呢？係咪如果有啲新入嚟炒股票嘅未領略過嘅，咁你就趁呢個機會領略下啦。而家就領略到啦，喺人人叫你走貨要 cash is king 珍惜生命，遠離港股嘅時間，原來其實係一個非常非常好嘅買入機會。好啦，到感受下一次啦，就係牛氣沖天嘅時間，3萬5、3萬8、4萬嘅時間，你會感受到全個市場都會話俾你聽，買貨買貨買貨。咁你亦都要感受下，就係如果嗰陣時我係褪貨呢，呢啲就係財富大轉移啊！呢啲就係一啲唔夠實力或者唔夠知識嘅人炒股票嘅人，佢哋將會面臨嘅一個危機，一個輸身家嘅時刻嘅咁所以留意住嗱。上證呢，其實如果最樂觀嘅情況之下呢，係到1萬點，但係我哋唔好睇咁遠住，先睇今年目標5,200，到咗5,200再作定奪，再衡量翻具體嘅整體嘅政策安全度咁但係呢，有一樣嘢呢，呢個都幾肯定嘅，就係話嚟緊2026年，全球資金、環球資金流向係會出現重大嘅變化。當然沽美股呢就勢在必行㗎，亦都係資金流出美元資產呢。呢個呢，其實喺過去2年已經係陸陸續續流出緊㗎啦。咁2026年呢，係會更加明顯嘅。可能去到年中到啦，你就會發覺，好大量嘅信息話俾你聽，資金係流走咗，佢就講信息呢就會係流走緊，但係其實已經流走咗。OK 而係轉移流入中港股市同埋韓國股市。所以你亦都係觀察我呢句說話究竟係啱與唔啱呢？咁好簡單啫，你睇翻今年嘅上半年嘅環境，睇下係咪符合呢個講法。咁跟住就好多人會唱3萬5樓上呢，就好多人會入市，因為話俾你聽資金係咁樣流嘅。咁其實嗰陣時已經係流咗噶啦，咁所以呢，記住我今日講嘅所有嘢，
將會你喺嚟緊嘅一年會見到，同埋去到年中呢，更加係 confirm 嚇。咁嗰啲所謂嘅睇淡港股啊，睇衰香港嘅人呢，自然一巴就車落去噶啦嚇。咁啊，即管啦，你中意睇淡咪睇淡啦嚇，係啦嚇。咁啊嗱，因為仲有一個因素，其實已經係變緊。呢個變化呢，亦都係好明顯嘅，就係人民幣啦。嗱，唔覺唔覺呢個就係月線圖嚟嘅。其實由2023年呢，人民幣去到低位即係美元對人民幣呢，上到7.3開始啦。其實係做咗3個頂噶。嗱，又係啊，3個頂唔破咁啊，最盡呢都係喺今年年頭啦，人民幣去到7.3幾啦咁之後呢，連續10幾個月都係逐步人民幣處於一個好寬鬆嘅升勢，好穩定嘅升勢，升啲由7.3去到7.2升幾個月，跟住7.2去到7.1又升幾個月，到最後啦就去到7.0啦，咁又升咗幾個月。嗱，其實呢，你話呢啲嘅升幅，我唔覺得係大升，我覺得只係溫和地適量嘅上升嘅啫。當然啦，同等道理，當人民幣去到7.2、7.3嘅時間呢，我亦都唔覺得人民幣係大跌，但係出邊呢，就講到呢，好似好驚咁啊，好恐慌咁啊。其實基本上嚟嚟去去咪嗰200-300點，真係嘥氣啊！點樣大升，點樣大跌呢？唔係，但係當人民幣破咗7算之後，嚟緊可能個升幅呢就開始快噶啦，因為始終呢，以基本因素面嚟計呢，人民幣係應該升嘅，而家係落後好多。第二就係話中國同其他國家嘅經貿嘅關係呢，或者商貿嘅關係呢，其實係越嚟越重要啦。美元嘅因素呢就越嚟越積弱噶啦冇信心噶啦。咁所以呢，呢下人民幣呢，藍色線就係7算嘅位，而家已經破咗啦。好啦，一破咗墮落去就係橙色線嗰個位，咁啊應該呢就係6.7，即係話短期之內我估計可能3個月至4個月行到6.7。OK， 今年嘅最終應該就行到啡色線嗰度啦，就係6.5、6.6、6.5、6.5所以今年人民幣嘅目標呢，就係升值到美元對人民幣6.5嘅水平咁啊6.7呢係一站嘅，係一個站嘅啫，就唔係終極嘅咁好大機會到，因為你亦都睇啦，雙頂頸線位破咗，墮落去就係6.7啦咁所以嗱，人民幣嘅升值亦都有助於中港股市嘅上升，不過而家係未算升值，因為只不過係啲關鍵位呢，介乎破與唔破之間嘅啫。如果人民幣一開始起動嘅話呢，咁理論上呢個股市呢行多2-3千點呢都應該唔係奇嘅咁所以點解話今年會破33,400上35,000呢？就係呢個其中一個因素咯。當然中國嘅經濟亦都係一個指標中國嘅經濟佢哋而家捱緊嘅韌性係好高咁儲蓄率係好高，所以中國股市上升嘅動力係好足夠
嚇。咁啊嗱，即係講咗就係話中國股市人民幣都係會強嘅，咁所以連帶到港股呢，亦都係處於一個準備破頂嘅階段嚇。咁啊嗱，當然啦，好多股票呢其實可以買嘅，特別係趁呢下呢有回吐嘅時間呢就低級嘅。咁但係呢，即係以往一直講嘅，譬如阿里巴巴啊、騰訊啊，或者中芯啊呢啲就當然係穩膽啦嚇，你哋亦都可以買啦。但係呢，另外有一個方法就係一個懶人包嘅方法。咁呢，我覺得就呢個方法呢，其實係呢幾年呢開始流行嘅，就係一啲嘅 ETF， 一啲主題嘅 ETF。嗱，嚟緊嘅一段時間呢，主要就係科技股為主啦。但係呢，其中一個板塊唔可以忽視嘅就係恒生生科嘅 ETF。嗱。呢度呢隻呢，就係叫做華夏，係華夏出嘅恒生新科 ETF 3069嚇。我已經係早一兩個禮拜、兩三個禮拜前已經同大家講，就係呢隻呢唔好睇少，因為呢，佢係一紮嘅新科股，而踏入去2026年呢啲新科股呢已經係做到有唔錯嘅表現㗎啦。不過當然距離嘅高位呢仲爭得遠，所以呢隻 ETF 呢，就係如果你話啊，譬如話對啲藥啊、對啲新科股啊冇乜研究啊，因為始終我自己都係㗎，我自己都係對呢個 sector 呢研究得少啲嘅。咁啊，遲啲呢，我會陸續呢就發掘一啲值得長線持有、值得揸嘅股票俾大家。但係首要就係話，既然開始起步嘅話呢，咁你可以不妨買呢隻3069恒生華夏恒生新科嘅 ETF。嗱，你而家見到呢，其實喺上個禮拜呢已經升咗唔少啦，由14個半呢升到接近16蚊噶嚇，咁啊差唔多升咗10幾個 percent 噶啦嚇，咁啊你亦都睇到啦，佢嘅高位呢就係18個半嚇，即係而家都仲有成20幾個 percent 嘅潛在升幅可以預計嘅。咁當然啦，阻力位第一個就係16個3啦，第二個係16個8啦，咁呢啲就係一般嘅阻力區啦。咁所以呢，如果你話懶人包嘅，首選第一隻你買新科因為新科呢，生物科技呢，佢嘅喐動呢仲癲過科技股噶咁樣。好啦，咁啊另外啦就講兩隻股票啦，即係始終係我覺得係今年嘅重點。嗱，唔係話其他唔得即係阿里巴巴仍然都係得，不過講得太多啦冇乜嘢新意。咁我哋不如講下隻美團啦。嗱，美團呢，自從9月呢因為內卷、因為補貼，跟住盈利大幅倒退，咁啊打咗落嚟之後呢，你會見到95蚊係底位咁啊，跟住彈上去最高係109蚊，但係大部分呢都係105蚊到啦附近嘅水平嘅。嗱，我圈住咗4個圈，4個圈都係嘅。其實9月到12月一直行過橫行波幅，低位95蚊，高位105蚊咁。一個頂4個圈嘅4個頂咁會唔會破呢？通常呢啲環境呢，呢啲阻力區呢，如果一破得呢，即係105蚊、109蚊呢啲位一破得行上去嘅話呢，就起碼行10蚊、20蚊噶啦咁所以呢，美團呢真係要留意住。當然，如果有機會落翻95蚊嘅，你哋當然要買啦
但係落唔落到我都唔知啊。咁所以即係其實之前幾次呢，喺95蚊、90至97蚊嘅時間呢，我係有買啲噶一路買咯，一路儲咯。咁而家嚟計呢，就只要去突破到105蚊啊、109蚊呢，咁應該就行大浪噶啦。咁嗰陣時我會再加碼，因為個裂口頂呢就大約82蚊。而如果你計內卷嘅情況改善晒啦，因為冇辦法，亦都係啦，政策度嗰方面呢都係禁咗內卷噶啦咁所以呢，其實上去呢，我覺得美團嘅目標呢應該係84、85蚊噶啦，起碼噶啦，呢啲係一切修正翻嘅時間去所達到嘅位啦咁當然啦，美團就一路做呢個走勢，呢幾個月嘅走勢，基本上呢，市場上又係一面倒睇淡有好多人仲話我你睇你推介美團就知你咩料啦，真係冇料到啦咁樣，我就真係唔係幾明點解推介美團冇料到喎如果大部分人都睇淡美團，而你呢個時間推美團，你係有料到之餘，仲係好勁先至會咁做嘅。如果唔係，邊個咁做啊？係咪咁所以呢，只要105蚊嗰度再進一步突破，甚至乎突破埋109蚊呢，呢隻美團就行噶啦所以反而呢，如果以而家個價位嚟計呢，我覺得美團嘅幅度呢，仲可以寄大嘅厚望嘅咁另外呢，仲有一隻重點啦，就係中芯啦。中芯呢，你會睇到已經突破咗下降軌啦。亦都係63蚊咧 confirm 見底啦咁行緊一個上升軌，而家沿住個上升軌嚟行嘅話呢，基本上唔係話真係大幅突破咗向下嘅話呢，咁基本上向上嘅空間係大嘅上望嘅高位啦，即係10月嘅高位呢，就92蚊度啦咁你而家75蚊，其實距離92呢已經有一定夠吸引嘅幅度，但係我亦都話俾你哋聽，中芯嘅目標呢係唔止92，唔止100爭在做到幾高，我哋先至收手啫如果你係買正股嘅話呢，呢啲位你劈埋一邊，真係唔使理佢嘅如果你數量唔多嘅，買一定嘅數量嘅時間呢，咁你劈埋一邊，等出今年嘅年尾，咁你就大豐收衍生工具呢就要貼啲啦。好啦，既然係咁講，即係話而家嘅科技股呢，其實就 undervalue 得好緊要咁既 undervalue 咧好緊要嘅話呢，即係話我只要買隻科技嘅 ETF 呢，咁我哋就可以又係做一個懶人包即係話除咗買華夏恒生新科嘅 ETF 之外呢，咁呢我哋仲要買一隻就係3033啦，就係南方嘅恒生科技股嘅 ETF。呢隻 ETF 呢，其實呢係跟恒生科技指數嘅成分股嚟買貨嘅，咁裏邊呢係揸實股嘅1對1，所以亦都係有息收嘅咁而家科技股整體上都係處於一個低位啦。咁嚟緊嘅上升空間係好大嘅暫時保守估計啦，即係佢係5個6係咪？我保守估計升50% 咯呢個係保守嘅啫，50%，即係話大約去到80蚊度啦，目標就
8蚊到啦，8蚊到啦。咁而家佢10月嘅高位都係6個幾啫嘛，咁啊基本上我覺得就8蚊呢個位呢，就係預期嘅目標，即係成年嘅目標。咁啊呢隻3033就係南方恒生科技嘅 ETF。咁啊懶人包買科技股、買新科股，其實已經係差唔多包咗最勁噶啦。咁當然啦，仲有啲呢板塊呢就冇 ETF 啦。咁啊，譬如話資源板塊啊、電力設備啊，咁呢啲都其實係值得留意嘅。咁仲有一個懶人包，我覺得可以俾大家嘅，呢個就係華夏滬深300啦。嗱呢隻呢，其實我亦都係好早已經叫大家買噶啦，即係喺年頭呢已經話俾大家聽，今年即係舊年年尾呢，上證呢保守應該係上4000嘅，咁結果都上到4000啦。咁而家開始啦，調整完再上翻，調整去3800幾，跟住再上翻4000樓上呢。而家個波幅呢就會係4000到4200，跟住就朝向嘅目標年底就5200。咁所以呢，呢隻嘅滬深300嘅 ETF 呢，亦都係懶人包。咁大家見到啦，其實佢暫時嚟講都係一個波幅啫，但係已經個勢頭呢，似係突破咗上去高一個區間上落噶啦。咁啊，所以嗱，如果真係厭煩或者唔識揀股嘅，揀呢3個懶人包。就係3069恒生新科 ETF， 3033就係恒生科技股嘅 ETF， 同埋3188就係華夏滬深300嘅 ETF。咁你基本上呢，嚟緊一年就會大豐收啦。嗱，咁啊第一節就講到咁上下啦。咁啊我過往呢一季呢，我一路都講啦，我會同大家分享一啲嘅投資心得或者投資嘅邏輯。咁今次呢，喺收費時段呢，講嘅呢就係技術性嘅突破啦。究竟咩嘢叫技術性突破呢？突破之後會係點樣呢？我哋一陣間第二節收費時段呢，我就會同大家講解。網台節目開始接受訂購啦！你除咗可以親身到上環 D100 專門店之外，仲可以去銀行入數，又或者透過櫃員機過數都得，仲可以登入 D100 網站 D100.net 訂購，想即時過數，用轉數快就更加方便啦！感激各位支持啊！有冇唔明白可以打俾我哋 D100 網台專線啊，電話22971825 22971825啊！